有啲人成世人燒香拜佛，求財求福，點知到頭來依然係諸事不順，煩惱依身。反而有啲人看似從來都冇刻意去追求啲咩，甚至冇乜點去過寺廟，卻反而活得自在從容，貴人成日喺身邊，福氣自然就嚟埋。呢樣嘢究竟係點解？難道係佛菩薩偏心？難道福報唔係求返嚟嘅咩？今日我就要話俾你聽一個可能會顛覆你認知嘅真相：福報從來都唔係求返嚟嘅。你跪喺佛前磕10000個頭，念10萬遍佛號，如果內心嘅種子冇改變，福報亦唔會憑空降臨，因為佛菩薩俾你嘅從來都唔係你所求嗰啲東西，而係令你睇清真相嘅智慧。咁福報到底從何而來？福報係感召返嚟嘅，係你修好咗你自己，自然而然咁吸引返嚟嘅，就好似一個乾淨嘅磁場，自然會吸附相應嘅能量。咁要修咩？修3處乾淨。邊3處？念頭乾淨，語言乾淨，圈子乾淨。呢3處乾淨唔單止係修行人嘅不傳之秘，更加係我哋每一個普通人改變命運最直接、最有效嘅捷徑。今日我就從佛學嘅角度，為你一一解開呢3處乾淨背後嘅深奧智慧。如果你覺得今日嘅分享對你有啟發，請喺評論區留低福報自嚟4個字，亦都唔好忘記訂閱頻道，咁樣你就唔會錯過後續更多關於生命智慧嘅內容。好，我哋正式開始。佛經入面講，一切唯心造。你今日所經歷嘅一切，你所遇到嘅人，你所處嘅環境，你所承受嘅苦同樂，究其根本，全部都係你過去同現在念頭嘅投射。念頭係咩？念頭就係種子。好，你心入面種下咩種子，你生命之樹上就會結出咩果實。種下氹難嘅種子，就結出幾日佛嘅果實；種下怨恨嘅種子，就結出痛苦嘅果實；種下慈悲嘅種子，就結出安樂嘅果實。好多人都唔理解呢個道理，佢哋成日向外揾原因。點解我咁倒霉？點解人哋對唔住我？點解我付出咗咁多卻冇回報？佢哋唔知道，所有外在嘅境遇都只係內在念頭嘅鏡子。你心裏面有咩，你就會睇到咩。你心裏面冇嘅嘢，即使擺喺眼前，你都睇唔到。所以六祖慧能大師先至會講：何其自性，本自清淨；何其自性，能生萬法。嗰個能生出萬法嘅，唔係出面嘅佛菩薩，而係你本自具足嘅清淨心。好多人聽到念頭乾淨，第一反應係咪要我一世人唔起任何壞念頭？係咪要好似一張白紙咁樣純真冇邪？如果你係咁樣理解，咁就錯啦，而且錯得好離譜。真正嘅念頭乾淨，唔係話唔沾染污垢，而係見到污垢卻唔會生起厭惡嘅心。呢個係咩意思？意思係話你活喺呢個世間，冇可能唔遇到惡人、惡事、惡境、五樂惡世，周圍都係煩惱同染污。如果你要求自己唔好起任何唔好嘅念頭，咁等於要求自己唔好活喺人間。真正嘅修行唔係逃避污垢，而係面對污垢嗰陣，你嘅心唔會被佢帶走。你見到人哋做惡，你唔生起憎恨；你受到唔公平嘅對待，你唔生起怨言；你遭遇失敗同挫折，你唔生起自憐同恐懼。呢個就係見舊而不生厭心。讓我俾你講一個現代人最常陷入嘅困境：內耗。咩係內耗？就係你嘅念頭喺度打交，對未來焦慮，對過去後悔，對人哋嘅一句話反覆着磨，對一個仲未發生嘅結果擔憂個不停。你嘅腦袋就好似一個永不停歇嘅磨盤，日夜不停咁碾磨，
磨走嘅唔係米，而係你嘅精氣神。佛家將呢種狀態叫做掉舉同昏沉，心一係散亂不安，一係沉沒喺無明入面。當你嘅念頭充滿咗分別攀比、嫉妒敵意嗰陣，你知道會發生咩事嗎？你就好似一塊帶電嘅磁鐵，你心裏面有咩頻率，你就會吸附咩頻率嘅人同事。你心裏面充滿咗懷疑，你就會遇到令你更加懷疑嘅人同事。你心裏面充滿咗惱怒，你就會遇到令你更加惱怒嘅人同事。你心裏面充滿咗恐怒，你就會遇到令你更加恐嘅人同事。呢個唔係迷信，呢個係因果。楞嚴經上面講，隨眾生心，應所知量，循業發現。你嘅心係咩量級，你感應到嘅世界就係咩量級。好多人埋怨自己運氣唔好，遇唔到貴人，但問題係貴人企喺你面前，你有嗰個心量識別得到嗎？你有嗰個清淨心承接得住嗎？一個內心充滿計較同算計嘅人，即使遇到貴人，佢都會將貴人當成可以利用嘅工具，而唔係值得感恩嘅善緣。最後，貴人亦都會離開佢，收念頭乾淨，唔係叫你唔好起念頭。如果有人講我要將所有念頭都滅掉，嗰係一種更大嘅執着，叫做枯朽。真正嘅修法係不隨念頭嚟咗，知道佢嚟咗，念頭去咗，知道佢去咗，你唔會跟住佢跑，亦唔會刻意去壓制佢，就好似天上面嘅雲，嚟就嚟，走就走，天空本身不增不減。呢個就係《金剛經》所講嘅應無所住而生其心。咁具體要點樣做？我俾你3個方便法門。第一，觀呼吸。當你發現自己陷入焦慮、怨恨、恐懼嗰陣，將注意力拉返去呼吸上面，吸氣，知道自己喺度吸氣、呼氣，知道自己喺度呼氣，一呼一吸之間，念頭自然就淡化咗。呢個唔係逃避，而係令你嘅心從念頭嘅漩渦入面抽離出嚟，企喺岸邊睇水流。第二，轉念睇到人哋嘅過錯，馬上諗我有冇同樣嘅過錯俾人傷害，馬上諗呢個係我過號種下嘅因，現在果報現前，我甘心承受，並且唔再種新嘅惡因。呢個就係隨緣消舊業，更不做新殃。第三，念佛淨土中嘅祖師話俾我哋聽，一句阿彌陀佛就係最好嘅淨念。當妄念起嗰陣，提起佛號，妄念自然消融。呢個唔係排斥妄念，而係用一個清淨嘅念頭替代無數雜亂嘅念頭。久而久之，清淨嘅念頭成咗習慣，妄念自然就少咗記住。念頭乾淨嘅最終狀態，唔係腦入面一片空白，而係無論面對咩樣嘅外境，你嘅心中都唔會生出怨恨嘅種子。你能睇，但唔會被睇到嘅嘢所轉；你能聽，但唔會被聽到嘅聲音所牽。呢個就係不被外境所轉嘅境界。到咗呢個境界，你就擁有咗空靈嘅覺知。呢種覺知就係最大嘅福報，因為任何外境嘅變動都無法動搖你內心嘅安穩。而一個內心安穩嘅人，本身就係一塊巨大嘅福報磁鐵。講完咗念頭，我哋嚟講語言。好多人唔知道，語言唔單止係溝通嘅工具，更加係你生命能量嘅出口。你嘅每一個字，每一句話，都紐帶咗你嘅心念能量。呢個能量會以聲音嘅形式傳播出去，然後以各種形式返回到你自己身上。佛家將語言嘅因果專門攞出嚟講，叫做口業。口業分4種：惡口、兩舌、妄語、譬語。惡口係講傷人嘅說話、粗魯嘅說話、刻薄嘅說話；兩舌係挑撥離間，喺呢邊話嗰邊，喺嗰邊話呢邊；妄語
係講假話呃人嘅說話，斥語，係講冇意義嘅花言巧語，浪費時間嘅說話。呢4種口業，每一種都在燒緊你嘅福報。你可能覺得講幾句說話之嘛，有咁嚴重咩？我話俾你聽，嚴重，非常嚴重。你係咪有觀察過呢種人？佢能力唔差，甚至好有才華，但就係做咩都唔順，換咗一個又一個工作，換咗一個又一個 A 圈子，始終不得志。你細心聽佢講嘢，就會發現一個規律，佢習慣性咁埋怨，埋怨老細唔好，埋怨同事唔得，埋怨大環境太差，埋怨自己運氣唔好。佢講嘅每一句話都好似一把刀，唔係喺度割人哋，就係喺度割自己。呢種人福報全部喺把口度漏走咗。點解？因為語言嘅能量係念頭能量嘅延伸，你嘅念頭唔乾淨，語言就冇可能乾淨。而語言一旦出口，就好似攪出去嘅水，覆水難收，佢會形成一個能量場。呢個能量場會反過嚟塑造你嘅命運。一個習慣埋怨嘅人，佢嘅語言頻率係低頻嘅。低頻嘅語言會吸引低頻嘅人，同時佢會發現埋怨完一件事之後，馬上又有新嘅事情令佢埋怨。呢個唔係巧合，呢個係頻率嘅匹配。同樣，一個習慣背後議論人哋嘅人，佢嘅語言入面充滿咗嫉妒同侵恨。呢種語言嘅能量會喺佢嘅生命磁場度留下裂痕。呢個裂痕就好似一個漏水嘅桶，不管佢做幾多善事，積咩功德，福報都存唔住。弘一大師講過一句說話，我每次睇到都好有感觸。佢話：收口業如護浮浪，浮浪一破，沉於海底。浮浪係咩？就係渡海嘅救生圈。你嘅口業就好似呢個救生圈，一旦破咗，哪怕破咗一個小口，你都會沉入生死苦海。語言嘅乾淨，唔係你一句說話都唔講，亦唔係你只講好聽嘅假話。真正嘅語言乾淨，係就算面對惡境，內心都唔會產出惡言。呢句話好關鍵。好多人收口業，收成咗老好人，人哋欺負佢，佢唔敢出聲。見到唔公平嘅事，佢唔敢發聲，心裏面明明好諗怒，嘴上面卻講冇關係。呢個唔係語言嘅乾淨，呢個係語言嘅壓抑。壓抑嘅語言比發洩嘅語言更有害，因為壓抑嘅能量唔會消失，佢會轉成內傷，最後以更猛烈嘅方式爆發出嚟。咁咩係真正嘅語言乾淨？係你喺面對惡境嗰陣，你嘅內心唔會產出惡言。惡言從邊度嚟？從惡念嚟。如果你嘅念頭係乾淨嘅，你嘅語言自然就係乾淨嘅。你唔需要刻意控制自己嘅嘴，因為你心入面根本冇想要講惡言嘅衝動。呢個就係禁語嘅智慧。禁語唔係唔俾你講嘢，而係令你喺開口之前先返去內心嘅清淨。當你從清淨心中講嘢，你講嘅每一個字都係慈悲嘅、智慧嘅、有力量嘅。修語言乾淨有3個層次。第一層，不妄語，呢個係最基礎嘅，唔講假話，唔呃人。有啲人覺得講個大話冇乜大不了，善意嘅大話嘛，為咗唔得罪人嘛。但你要知道，一個大話往往需要100個大話去圓。一個習慣講大話嘅人，佢嘅內心係分裂嘅，呢種分裂會令佢越嚟越遠離真實嘅自己。第二層，惡口，唔講傷人嘅說話，即使人哋做錯咗事，你都可以指出來，但唔一定要用傷害佢嘅方式。你可以用慈悲嘅語言，用智慧嘅語言。你講嘢嘅出發點係幫助佢成長，而唔係發洩你嘅憤怒。佛經裏面有一個故事，有一個比丘講嘢成日好刻薄，
成日用惡毒嘅語言鬧人。佛陀話俾佢聽，你每講一句惡言，就好似往空中掉一把刀，刀唔會永遠留喺空中，最後一定會跌落嚟，而且好可能砸到你自己。第三層，講有益嘅說話，呢一層係更高境界嘅。當你嘅心清淨咗，你講出嘅說話自然係對人哋有益嘅。你唔一定講好多說話，有時候一句話就能夠點醒一個人，一句話就能夠化解一場紛爭。你係咪有遇到過呢種人？佢平時講嘢唔多，但每講一句話都令人覺得如沐春風。佢嘅說話冇華麗嘅詞組，但就係能講到你心入面去。呢個就係語言嘅力量。要達到呢個境界，你需要修慈心觀。每日朝早起身，先發一個願，願我今日所講嘅一切說話都能夠帶俾人哋溫暖同力量。然後你再去講嘢，你會發現你嘅語言自然就不一樣啦。記住，每一個字都有溫度同力量。當你嘅語言乾淨咗，你就係喺度為自己修築一道福報嘅防護牆。呢道牆唔係擋住人哋，而係擋住嗰啲負面嘅能量，令佢哋無法侵入你嘅生命。講完咗念頭同語言，我哋嚟講第三個圈子。如果話念頭係種子，語言係種子發芽嗰陣嘅養分，咁圈子就係種子生長嘅泥土。一顆種子再好，種喺嚴鹹地度都生唔出好莊稼。一個修行人再精進，如果成日同消耗佢嘅人喺埋一齊，都好難保持清淨心。呢個唔係你修得唔夠好，而係環境對人嘅影響太大啦。法華經入面有一個三車喻火宅中嘅細路沉迷於玩耍，唔知道間屋已經火燭咗，即超雨用羊車、鹿車、牛車嚟引誘佢哋出嚟。呢個比喻話俾我哋聽，眾生嘅習氣深重，需要善巧方便嚟引導。而善巧方便中最重要嘅一條就係親近善知識，遠離惡友。咩係善知識？就係能幫助你正直善法減少煩惱嘅人。咩係惡友？就係能令你正直貪嗔痴迷失本心嘅人。現在嘅人有一個好大嘅誤區，好多人覺得朋友越多越好，圈子越大越好。為咗拓展人脈，佢哋不惜委屈自己去融入啲根本唔合適嘅圈子，酒局飯局，逢場作戲，虛與委蛇。佢哋以為呢個係喺度積累資源，係喺度為自己嘅未來鋪路，但佢哋唔知道每一個虛偽嘅社交，每一次違心嘅應酬，都在腐蝕自己嘅福報。點解？因為真正嘅福報來自於你嘅真心。當你喺一個圈子入面唔能夠做真實嘅自己，必須戴住面具講嘢，必須小心翼翼，唔好觸犯人哋。你嘅能量就在不斷消耗，消耗完咗你就攰啦、倦啦，甚至開始懷疑自己。更恐怖嘅係，有些圈子本身就充滿咗恬婪、自妒、攀比、算計。你喺嗰種圈子入面待耐咗，你嘅心就會被潛移默化咁影響，你會唔自覺咁開始比較，開始自妒，開始算計。你以為你只係喺度適應環境，實際上你已經被環境改變咗。涅槃經上面講：逢惡有緣，善根增值難；逢善有緣，惡法消除易。意思係講，遇到惡友，你嘅善根好難增值；遇到善友，你嘅惡法好容易消除。一個中意埋怨嘅朋友，會令你都覺得世界充滿不公；一個貪圖享樂嘅朋友，會令你都覺得人生就應該及時行樂；一個斤斤計較嘅朋友，會令你都變得心胸無澤。呢啲影響唔係一朝一夕發生嘅，而係好似水滴石穿咁樣，一點一點咁侵蝕你嘅福報。等你意識到嗰陣，
往往已經深陷其中，難以自拔啦。圈子嘅乾淨，唔係講你只可以同修行人交往，唔可以同普通人來往。真正嘅圈子乾淨，係識得斷捨離，建立起一道唔受他人負面情緒侵蝕嘅界限。呢道界限唔係物理上嘅隔絕，而係心理上嘅防火牆。即使你同好多人喺埋一齊，你嘅內心依然保持清靜。人哋講人哋嘅，你做你嘅，人哋嘅情緒唔會影響你，人哋嘅煩惱唔會傳染俾你。要達到呢個境界，你需要兩種能力。第一係識別嘅能力，你能睇出邊啲人係滋養你嘅，邊啲人係消耗你嘅。滋養你嘅人，令你感到輕鬆自在、喜悅；消耗你嘅人，令你感到緊張、疲連、壓抑。第二係遠離嘅能力，當你識別出消耗你嘅人，你要有勇氣遠離佢。呢個唔係冷漠無情，而係對自己嘅慈悲。你連自己都保護唔好，攞咩嘢去幫助人哋？維摩針經入面有一句話：不盡有為，不住無為。意思係講，修行人雖然處喺世間，但唔會被世間嘅染污所染。你可以同所有人交往，但你嘅心唔會黐喺上面，就好似蓮花出於淤泥而不染。雖然根喺淤泥入面，但花朵係清淨嘅。修圈子乾淨有三步。第一步，清空，攞出一張紙，寫低所有成日接觸嘅人，然後將佢哋分成三類：滋養你嘅人、消耗你嘅人、中性嘅人。對於滋養你嘅人，多親近，多感恩；對於中性嘅人，正常交往就好；對於消耗你嘅人，你要開始減少接觸，不必反面，不必絕交，只需要慢慢咁、自然咁將距離拉大。呢個過程可能會有一點痛苦，因為有些消耗你嘅人，可能是你嘅親人、老友，你對佢哋有感情、有責任。但你要明白，真正嘅愛唔係互相消耗，而係互相成就。如果你連自己都照顧唔好，你點樣可能真正咁樣去愛人哋？第二步，守住清空之後，你要守住自己嘅界限，唔好令新嘅消耗你嘅人輕易進入你嘅生活。呢個守唔係靠冷漠同封閉，而係靠你嘅氣場。當你嘅內心足夠清淨，當你嘅能量足夠穩定，嗰啲消耗你嘅人自然就會被你嘅氣場擋喺出面。唔係你不俾佢哋入嚟，而係佢哋自己入唔到嚟。就好似水往低處流咁樣，能量亦都係流動嘅。你係咩頻率，就會吸引咩頻率嘅人。你修好咗自己，自然會有同頻嘅人向你靠近。第三步，吸引。當你清空咗雜亂嘅社交關係，守住咗自己嘅能量界限，你會發現你嘅生命裏面開始出現一啲新嘅空間。呢啲空間係留俾真正嘅貴人同善緣嘅。貴人唔係求翻嚟嘅，係你修好咗自己之後自然咁召翻嚟嘅。你唔需要刻意攀附邊個，唔需要討好邊個，你做真實嘅自己，講真實嘅說話，做真實嘅事，嗰啲同你同頻嘅人自然會被你吸引。記住一句話，你係咩人就吸引咩人，你想要咩樣嘅圈子，就先將自己修成咩樣嘅人。今日我哋講咗三個乾淨：念頭乾淨，係唔會被外境所轉，心中唔會生出怨恨嘅種子；語言乾淨，係唔會生惡言，每一個字都帶住溫度同力量；圈子乾淨，係識得斷捨離，建立唔受負面情緒侵蝕嘅界限。呢三者看似獨立，實則一體。念頭係根，語言係枝，圈子係壁。根深咗，枝葉自然茂盛，福報嘅累積，講到底係一場關於生命頻率嘅斷捨離。我哋大多數人
呢世人都在做加法，覺得多就係好，多就係強。念頭多代表聰明，語言多代表口若晚河，朋友多代表人緣好。但佛法話俾我哋聽，呢啲全部都係萬島見。我哋就好似《法華經》入面嗰個富家子，明明衣領入面有一顆無價寶珠，卻四處乞討，過住貧窮嘅生活。我哋身上嗰副金眼甲，嗰啲多餘嘅念頭、傷人嘅語言、虛偽嘅社交，唔係保護我哋嘅，而係遮蔽我哋本來面目嘅修行。唔係為咗變做完美嘅其他人，而係為咗揾返嗰個最初最乾淨嘅自己。你唔需要變做幾咁了不起嘅人，你只需要返去嗰個清淨自在、安詳嘅本來面目。嗰個本來面目就係最大嘅福報，因為佢不增不減，不垢不淨，不生不滅，任何外境都無法動搖佢，任何災難都無法摧毀佢。最後送俾大家一句說話，係褒宗祖師成日講嘅：但淨本心，使六識出六門，於六塵中無染無雜，嚟去自由，通用無際。即是般若三昧，自在解脫，唔亂於心，唔困於口，唔困於情。呢個就係三處乾淨嘅真龍，亦都係福報嘅秘密。願你喺紅塵中修行，喺煙火裏面覺悟。願你嘅念頭清淨，語言柔和，圈子乾淨。願你嘅感召萬福，自在從容。如果你覺得今日嘅分享對你有幫助，唔好忘記喺評論區留低福報自來4個字，亦都請訂閱呢個頻道。每一次嘅評論同訂閱都係喺度為自己種下一顆善嘅種子。願我哋共同精進，早得自在。感恩大家，阿彌陀佛。